我覺得英國咧有一啲人嘅行為同埋習慣咧同我哋好唔一樣，所以今集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英國人嘅文化習慣同我哋有啲咩分別。第一樣嘢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英國人養貓。佢哋養貓嘅模式同我哋好唔同，佢哋會俾隻貓好多自由嘅，會用一種放養嘅模式，意思即係話佢哋好自由嘅，又或者可以叫做半放養狀態。啲貓貓咧可以自由喺屋企出入，同埋喺條街四圍走都得。佢哋最中意咧就係喺屋企附近四圍探索。通常呢一種放養嘅貓咧一啲都唔驚人嘅，對人咧一啲戒心都冇，又好中意詐嬌添。總之一有啲新嘅地方咧佢未去過咧，就會一定好八卦，好想入去睇下嘅。我覺得佢哋一啲社交障礙都冇啊，同埋佢哋應該識咗好多朋友，感覺喺英國嘅貓貓咧生活得好開心，同埋好自由。點解英國人養貓多數都係用半放養嘅模式呢？因為原來佢哋覺得貓咧係一種獨立自主嘅動物，俾多啲機會佢哋出去四圍探索，符合翻佢哋嘅天性。佢哋覺得咁樣養法咧，啲貓貓會開心好多嘅。另外，因為英國嘅居住環境咧都好適合用半放養模式去養貓嘅。英國好多住宅咧都有前後花園嘅，或者係啲寧靜嘅社區環境，相對比較安全，好適合貓嘅自由活動。另外，英國人都好着重動物嘅福利嘅，有一個組織咧叫做 RSPCA， 叫做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佢哋唔係咁主張咧貓要完全喺室內飼養，鼓勵啲主人咧提供一個安全嘅戶外環境俾佢哋，例如有圍欄嘅花園，或者整一個貓門俾啲貓可以自由出入。另外，英國嘅氣候相對溫和，雖然都係好多雨，但係唔會經常有一啲極端嘅高溫或者嚴寒，所以好適合貓嘅戶外活動，同埋風險都會低啲。總括嚟講咧，英國人養貓咧通常都係用一種半放養嘅模式，主要都係因為呢度嘅文化啦、居住環境同埋天氣條件都好適合。但係咁樣唔代表完全嘅室內飼養係唔好嘅。近來越嚟越多人咧開始採用一種叫做安全放養模式，例如佢哋會起一啲好似封閉式嘅貓陽台，或者用一啲貓嘅牽引帶帶佢哋出去散步，喺兼顧自由同安全之間攞個平衡。如果係你會傾向喜歡邊一種飼養方式啱你呢？跟住咧就想同大家講下英國人係點樣養雞嘅呢？原來想養一隻走地雞，我哋叫做 free range 咧，都係有一個標準嘅。根據英國同埋歐洲嘅法則咧，有4項規定要遵守嘅。第一樣就係出入自由，隻雞咧響日頭嘅時間可以響間屋自由出入，不過夜晚咧就一定要佢哋返個雞籠入邊休息，即係話響日頭咧就冇掩雞籠嘅。第二就係要有戶外嘅活動空間俾佢哋，每一隻雞咧最少都有4平方米嘅活動空間，同埋一定要可以俾佢做到一啲自然嘅行為，可以伸展到對翼啦，啄下啲食物啦，同埋刨下笪地，即係話佢哋中意幾時去休息，幾時去食嘢，同埋幾時去玩都得，真係名副其實嘅一隻自由雞。仲有，通常呢一啲雞咧都好少會用抗生素嘅。如果採用另外一種叫做有機放養嘅模式，絕對唔可以使用呢個畜生嘅激素同埋抗生素添。所有嘅飼料咧都一定要符合有機嘅標準，唔可以用一啲基因改造嘅飼料。呢一種採用咧有機放養模式嘅雞咧，佢啲雞肉價格咧係最貴嘅。其實英國喺2012年咧已經開始禁止將幾百隻母雞咧逼埋喺一個好污糟嘅籠入邊，就好似你而家喺畫面見到咁嘅情況。不過改良版嘅 Enriched Cage 咧仍然合法使用。其實意思即係話用一種改良咗嘅雞籠去養雞，主要咧都係養一啲會生蛋嘅母雞，提供一個好基本嘅自然行為環境俾佢哋，有更多嘅空間同埋更好嘅環境。
每隻雞嘅活動空間咧就更加寬敞，大概有750個平方厘米，比一張 A4 紙嘅 size 大啲啲。會有棲息架啦，可以俾一啲雞企喺度同埋休息下，亦都裝咗一啲叫做找地區啦，可以俾佢哋爬下笪地，滿足佢哋嘅天性。所以咧，用自由放養同埋有機養殖嘅方式，嗰啲雞嘅售價係最貴嘅。例如用傳統養殖方法嘅雞咧，生長嘅速度快，成本較低，所以咧佢哋嘅價格咧係最平嘅。以馬莎為例啊，賣緊係7磅一隻，大概咧就係要5.83磅1 kg。另外咧係用自由放養嘅模式咧，生長嘅速度比較慢，賣緊嘅價錢咧亦都相對地比傳統養殖嘅方法啲雞咧就貴啲啲。同樣用馬莎為例咧，賣緊咧就係13磅2一隻，大概咧就需要8磅1 kg。有機嘅雞咧就係喺有機農場飼養嘅，就享有最高嘅動物福利標準，絕對禁止使用呢個催生激素同埋抗生素。由於飼養嘅成本比較高，所以賣得咧就係最貴。一隻咧要賣成18磅9啊，大概差唔多要成10磅5 1 kg。另外，相信嚟咗英國一段時間嘅朋友都應該知道，喺英國雞胸嘅售價咧係比雞髀仲貴嘅。主要咧都係因為雞胸嘅脂肪少啦，口感咧就乾身，同埋好容易煮熟，好適合愛嚟整一啲健康餐、三文治同埋炒菜。所以咧喺英國嘅需求特別高，自然價格就貴啦。英國人咧就較少用雞髀嘅，因為咧去骨咧就比較麻煩處理，佢哋覺得煮食嘅時間較耐啊，需求咧就比雞胸少啊，所以喺英國咧雞胸咧就賣緊嘅價錢咧就比雞髀貴嘅。例如以 Sainsbury 呢一間超市為例咧，雞髀咧就賣緊2磅99 1 kg，而雞胸咧就要賣成6磅49 1 kg，差唔多相差有成1倍多嘅價錢。所以而家大家明白啦，如果你喺英國咧去 KFC 買一桶炸雞嚟食嘅時候，如果你同個店員講話我想要多啲雞髀嘅話，通常嘅店員咧都會覺得好奇怪咁樣回應你。Are you sure？另外，英國老一輩嘅人有一種習慣，佢哋通常咧用完洗潔精洗完啲碗碟，唔會再用清水去沖乾淨啲泡嘅。點解嘅？原來以前好多英國人嘅屋企咧，普遍都係使用呢個水槽式嘅洗碗設計，習慣咗用一盆水咧就將所有碗碟洗乾淨。另外，英國大部分地區咧都係屬於硬水區，水中咧含有好多嘅礦物質，例如鈣同埋鎂。原來硬水咧係令到啲洗潔精咧就較難起泡，同埋冇咁易沖走，所以英國人咧就傾向咧就使用少量嘅洗潔精。例如英國呢一隻洗潔精咧，普遍咧都係設計於低泡沫嘅配方，適合呢一種洗碗嘅方式。亦都係因為慳啦，同埋節約用水，尤其如果你係住喺倫敦區咧，水費就好貴。仲有佢哋覺得普遍咧都相信啲洗潔精嘅成分咧係溫和嘅，只係殘留少許喺啲碗碟上邊咧，都唔會影響健康。佢哋相信呢啲碗碟咧，等佢自然風乾嗰陣時，留喺碗碟上邊嗰啲少量嘅洗潔精咧，係會跟住水分一齊蒸發嘅，所以覺得問題唔大。總結嚟講，英國人選擇唔沖洗啲碗碟，係因為傳統嘅洗碗文化同埋硬水嘅影響，仲有環保慳水嘅意識啦，同埋佢哋對呢個洗潔精嘅安全性信心較高。不過隨着而家現代家庭嘅習慣改變，越嚟越多嘅年輕一代開始選擇用清水去過清咗響碗上邊嗰啲洗潔精泡，同埋而家大部分嘅屋企咧都會設有洗碗碟機。如果係你會唔會接受呢一種唔沖水嘅洗碗方法呢？又或者曾經你喺英國試過用呢一種方法呢？歡迎大家留言話俾我聽。近期聽到唔少香港人移民英國之後，因為各種嘅原因選擇回流或者離開英國去其他地方生活。我覺得最主要嘅原因呢，通常都可能係唔係太適應英國嘅生活，通常嘅都係離唔開天氣或者係語言嘅問題。常見嘅情況呢，通常都係兩個老人家啦，佢哋唔識揸車，出入就唔係咁方便，再加上啲後生呢冇乜時間陪佢哋，所以最後都係選擇回流返香港。仲有經濟嘅問題，有一啲朋友咧喺香港咧係高薪一族嘅，嚟到之後揾唔返以前嘅薪金水平，
所以嚟咗英國生活咗一段時間之後，因為頂唔順就返香港啦。我覺得喺英國生活得快樂嘅香港人呢，通常都會有一種特質。第一類嘅人呢，佢哋性格呢，通常都比較獨立，比較個人主義同埋唔怕悶。遇到事情呢，可以自己去獨立面對解決，生活自理嘅能力比較強。第二類嘅呢，就係會識得煮嘢食嘅人，因為喺英國嘅餐廳啲口味唔係咁啱，出街食又貴。好彩喺呢度超市買嘅食材呢唔係好貴，所以如果你真係識得整返兩味呢，啲時間會過得好快嘅。如果你有埋個人嘅興趣同埋嗜好，嚟到英國之後呢，你真係有時間可以去實踐呢一個願望啦。就喺英國戶外活動都唔少嘅，可能你需要多啲勇氣或者時間去探索。第四個呢，就係比較喜歡鄉村嘅風景同埋慢速嘅生活節奏嘅人。好天嘅日子呢，抽啲時間出去四圍行下都唔錯嘅。其實喺英國呢，好多郊區嘅地方呢都好近城市嘅。其實如果你係一個唔怕抗拒改變又肯放下身段嘅人，我覺得喺英國嘅生活都幾適合呢一類人嘅。我個人認為呢，移民或者係回流任何地方呢，任何時間都會發生嘅。你嘅決定呢，全屬一個個人嘅選擇嘅，無需特別要同人交代。如果你試過嚟過英國生活之後發現唔適應呢，回流呢都未嘗唔係一個選擇嚟嘅。總之，無論你係要留低啦，或者係要走嘅，都係你自己嘅選擇。一切都係要你令到自己最舒服嘅一點為原則。最重要嘅呢，就係要揾到自己最想要嘅生活方式。記得由4年前直到今日，從最初頭乜嘢都係由零開始。由第一日入住英國嘅酒店，喺呢度經歷過 lockdown 啦、重病啦、嚴寒，又處理過睇屋啦、買屋啦、搬屋啦、裝修啦同埋賣屋。呢一個過程呢，係我哋兩個人嘅人生之中呢，係覺得係最充實同埋最刺激嘅旅程嚟嘅。成個過程之中呢，雖然我哋經歷過無處不在嘅錯處啦、驚喜啦，仲有無數次嘅失望，仲有爭論啦、憤怒啦，又試過好似坐過山車咁，唔同嘅種種起起伏伏。不過無論點樣都好啦，英國而家已經成為我哋嘅家啦。嚟到呢一度重新開始，距離申請成為永居只剩返最後1年左右。其實離開嘅決定呢，一啲都唔容易嘅，亦唔好行，所以難免呢，一定會有一啲壓力同埋會好攰嘅。但係當你走過之後，回想返，你一定會好欣賞你自己嘅付出。